来看气象署继续针对轻度风台防风发布陆上甲海上的风台警报，中度有较减弱，暴风圈嘛有较小，嘛已经吸到台湾南部的陆地，对嘉义南投以南各花莲台东造成威胁。咱来听气象署上新的说明。 而我们从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，其实它现在是一个轻度台风的下线，它的云型结构是比较差的。那这样子垂直风切比较大的情形之下，它未来在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，还有逐渐在减弱的趋势。不过目前呢，随着它逐渐的接近，我们在海上、陆上的警戒区域还是没有改变。陆上警戒区域包含了嘉义以南，还有南投以及花东这一带。那在海上的警戒区域，则是包含了台湾的东半部海面、巴士海峡、台湾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。我们从路径显示预测图上面可以看到，台风它未来呢在今天晚间左右就会通过恒春半岛这一带的陆地，并且往东北方向移动。这段过程也有逐渐在减弱的趋势，因此在明天的凌晨，今天深夜到明天凌晨左右，它就会逐渐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。而在明天的白天往东北移动的过程，会进一步的变性为温带气旋。那这段期间的话，还是要留意台风它接近我们的过程当中，这样子的整个环流的风场会为台湾附近带来一些风向上面的改变，以及沿海还是有一些强风的情形。这是今天的中午以前一直到下午的这段期间，可以看到这样子东风还有东南风所造成的降雨，花东的这一带降雨是比较明显的，而基隆北海岸也有一些局部符合的影响所造成的强降雨。至于在下午的这段期间呢，随着风场上面我们台风逐渐移动到台湾的南段陆地之后，风场上面东边转成偏南风，而在台湾的海峡这一侧是一个比较偏向偏北风的情形，所以说在基隆北海岸到北部的这一带都会有再进一步的强降雨出现。至于到了周四左右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期间呢，在偏北风的影响之下，北台湾、北部宜兰这边的降雨会比较明显。而后续呢，在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，其实在北台湾这边还是断断续续有一些降雨的情形。